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生命的禮讚，對生命的禮讚同生死教育之間有住密不可分、相輔相成嘅關係。簡單地嚟到講，生死教育係教我哋認識生命嘅有限同埋死亡嘅必然。而對生命嘅禮讚，則係幫助我哋珍惜、尊重同埋慶祝生命嘅本身。當我哋誠實嘅嚟到面對死亡，咁樣先至能夠真誠嘅嚟到擁抱生命。生命禮讚係生死教育嘅核心果實。第一，生死教育係讓我哋思考人為何而活，人如何面對死亡。喺呢個嘅反思裏面，我哋唔再逃避死亡，亦都唔再虛度生命，開始對活着有更深刻嘅尊重同埋感恩。第二，當一個人面對死亡而唔恐懼嘅時候，生命嘅價值先至能夠真正嘅被彰顯。呢個正係對生命嘅禮讚，就係唔係否認死亡，而係喺死亡嘅陰影裏面，仍然能夠選擇熱愛同埋活出生命嘅光彩。生死教育係開啟對生命嘅深度理解同埋敬畏，其中佢係幫助我哋認識生命嘅脆弱同埋寶貴。生死教育係教我哋生命唔係理所當然，係有限同埋冇辦法掌控嘅。呢個反而激發人對生命嘅珍惜同埋感恩。另外，突破對死亡嘅恐懼同埋避談嘅文化。喺大多數嘅文化裏面，死亡時常都係忌諱嘅話題，而生死教育係幫助我哋用更加健康平靜嘅態度嚟到去談論死亡，讓人唔再因為恐懼死亡而喪失活着嘅喜悅。生命嘅禮讚係促使人活得更加有意義同埋有目標，係從存活走向活出。當我哋禮讚生命，唔單單係為咗係生存，而係尋求活出使命、價值同埋愛。呢個正正係生死教育所要導引嘅方向。另外，係培養對生命嘅尊重同埋關懷其他人。讓我哋珍惜自己嘅生命嘅時候，我哋亦都會學會尊重其他人嘅生命，包括長者、病者、胎兒、臨終嘅人，甚至自然萬物。咁我哋點樣嚟到進行生命禮讚呢？人嘅一生走過高山低谷，有艱難挑戰，亦都有勝過苦難、贏得獎賞嘅時刻。你可以為到你嘅出生感恩，你可以嘗試回想一下你生命由胚胎成形到你出生係一份嘅奇蹟。回望一下你過去嘅人生裏面有啲咩嘅貢獻，你喺邊一啲嘅人身上面留下咗痕跡。可能你認為自己冇所謂偉大嘅貢獻，嗰啲你認為微不足道嘅東西唔值得一提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小小嘅螺絲係會影響整個引擎嘅推進？無論你係公司嘅 CEO， 又或者係市場擺賣嘅小販，亦或係喺地盤嘅工人，甚至只係家庭主婦，但係每一個人嘅崗位都係重要㗎。如果巴士司機唔認真駕駛，乘客就會面臨危險。如果會計師唔認真嘅核數，公司就會受虧損。假如工程師收受利益，就會衍生豆腐渣工程，亦會產生唔公義。如果冇送貨嘅工人，邊度會有順暢嘅物流呢？假如冇負責倒垃圾嘅人，咁點能夠保持環境清潔同埋衛生呢？所以唔好輕看你所做嘅一切，上天俾你嘅崗位係好等你各有貢獻，又能夠生活喺呢個大地上面，成就美好嘅事。所以
請你回顧你嘅一生，好好咁樣為自己喝彩，你將會發現原來生命係如此嘅豐盛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，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